10年嚟，我已經送出咗超過10萬個 Pitchbox 啊，參與人數仲超過30萬。各位一元聆聽聖經運動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Pitchbox 祝福大行動嘅發起人之一李志剛牧師。自到2014年開始，呢個全城參與嘅運動，每年聯合咗本港嘅教會啦、商界啦同埋慈善組織，為弱勢社群募集生活用品，透過一個又一個裝得滿滿嘅紙盒去傳遞愛同埋關懷。今年嘅復活節，我將繼續凝聚呢個祝福嘅力量，以愛心行動傳遞盼望。無獨有偶，響1元2025聆聽聖經運動，正好又響大祭期當中舉行。參與者透過聆聽，學習到耶穌點樣開拓道路、創造奇蹟呢個主題，同埋仲可以透過 Pitchbox 呢個愛心嘅行動作出回應，將整個節期嘅所學所得推向高峰。我哋都渴望將自己嘅信仰傳遞開去，使更多人認識神、接受神。正如懷理康牧師咁講，我哋越去關心嗰啲無權無勢嘅人，我哋就越發得着力量。我哋越去服侍嗰啲冇影響力嘅人，神就會賜俾我哋更大影響力。我越係謙卑自己，就越得到尊重。如果你都喺1元運動中體會到耶穌基督捨身嘅愛，我誠意邀請你加入 Pitchbox 祝福大行動，一起身體力行咁將呢份愛倍增咁顯露出嚟。